我係黃醫師啊，啱啱見到你喺門口有啲唔舒服，所以逼咗你入嚟啊。哦，我而家仲有少少暈嘅感覺啊。咁啊，幫你把脈啊，睇一睇你有咩情況發生。好。手落去。你有啲氣虛體質喎，你會唔會覺得成日覺得好攰啊，冇氣冇力啊？有啊有啊。講嘢冇乜聲氣啊咁啊？都有。好，睇一睇條脷先。哇，你條脷好白喎。白即係咩意思啊？白即係氣虛同埋好濕啊。係啊。氣虛嘅體質係點嘅呢？就會係面色蒼白或者係萎黃，身體嘅肌肉咧就唔好結實，會比較鬆散啲嘅。平時說話嘅聲線都會比較低弱，同埋氣短，同埋唔中意講嘢嘅喎。容易疲倦，同埋容易出汗多，容易感冒同埋生病嘅。舌咧都會比較胖大啲，同埋邊上面有齒痕嘅。咁氣虛體質咧，注意飲食咧，通常都要食多啲雞啊、魚啊、黃豆啊、山藥等等嘅。醫師啊，點解我條脷咁白嘅？你平時可能飲得凍嘢多，同埋吹得冷氣多喎。飲嘢嘅話，我可以點做啊？你當然係飲得少啲凍嘢先啦，同埋咧平時要飲多啲健脾祛濕嘅湯水，就例如四神湯啊，或者係薏米赤小豆湯呢啲。咁飲食嗰方面，我冇啲咩需要注意啊？你平時可以飲多啲，食多啲呢個小米粥，同埋咧少啲食啲肥膩嘢啦，同埋煎炸嘢喎。壽司有啲得唔得？壽司當然唔得啦。長時間喺辦公室工作咧，好多同事都成日對住冷氣嘅喎，少接觸陽光啦，所以容易出現啲精神疲倦啦、手腳冰冷啦、肩頸酸痛等問題嘅。加上咧工作時間又長啦，少啲喐啦，咁就氣血就會變得差啦，身體容易繃緊，仲會因為專注力做嘢而忽略咗飲水啦，令到眼睛乾澀，容易頭痛同埋集中力降下嘅。要改善呢啲辦公室病呢，就會建議你哋每日都抽少少時間出去戶外曬下太陽啦，補充陽氣，同時令到心情放鬆。喺工作嘅位置度呢，記得要保持飲水，保持身體水分平衡呢，會令到減少疲倦感嘅。除此以外咧，每日都要用1-2個鐘頭時間做一啲簡單嘅動作，就例如伸展頸部啊、拉膊頭啊同埋腰嘅，可以舒緩長期坐嚟嘅肌肉緊張，同埋可以預防頸椎病啊、腰痛呢啲問題，令到工作表現更加理想嘅。好，唔該，醫師。好啊，咁你可以出去等一等，拎一拎藥，同埋約埋下次覆診啦。拜拜。拜拜。